今日真係開心啊！見到你哋啊，真係雖然係落雨，但係有落雨嘅另一番風味。點解？因為今日會送啲好嘢俾你哋。因為點解？你聽得我哋個節目呢，我一定會俾好嘢你，包你依20年會發達。如果我繼續喺度嘅話，嗱，舉一個例，2024年至到2043年，成個九運20年，你聽我呢個節目呢，包你行運。一陣間再同你講。嗱，今早呢就點樣呢？一早起身啦，你都知道啦。中午啦，大佬大食懶咖啡貓，因為點解？冇嘢做啊嘛，得閒得滯啊嘛，咁啊叫做半退休啦。咁就你知喺我哋屋苑嗰度呢，就攞嗰個叫做屋邨，咁啊攞咗個大公報係免費嘅，呢個係特別版嚟嘅。咁我睇到第一版就寫住呢就係治安好，跟住教育街，交通就係便利，即係住喺香港呢，交通便利，即係香港真係好方便啊！搭的士又唔係貴，搭地鐵呢就四通八達，又有火車又有鐵路，又有綠色小巴接駁，仲有黃色 van 仔，類似咁樣啦，相當方便，係嘛？咁呢佢就話治安好，其實呢警察叔叔呢，坦白咁講，而家個破案率呢都有改善有進步嘅，都好積極，見佢哋咧做嘢呢都好勤力嘅，有案就做啦。當然收唔到 order 梗係唔做噶啦，正常嘅。咁你話治安好唔好呢？話都係騙案多咗，坦白咁講，分分鐘有人1000萬幾百萬，好多時圍威喂又搞啲團體又呃啲人啲錢，咁呢度呢，真係要做少少功夫啊！真係治安就麻麻，係咪？唔好搞我後邊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隻貓啊！咁啊講到治安啦，係咪？治安呢都有待改善，因為點解呢？香港地呢，你都知道啦，治安好緊要啊嘛。你個治安唔好，你樓價就自然唔好噶啦，係咪？邊度有咁多人移民過嚟啊？係咪？嗱，佢今日嗰個報紙啊，我都係跟報紙講嘅啫。佢話呢，好多即係外地嘅所謂專才又好，或者啲體育啦，尤其是打桌球嗰啲啊，我哋好中意打桌球啊。以前新馬仔啦，新馬師生啊。佢都好中意打桌球嘅，我見過幾次喺灣仔打桌球。咁另外一填詞人唔喺度啦，又係阿黎彼得先生，佢都係中意打桌球嘅。嗰陣時我聽佢收音機講呢，佢話去灣仔打桌球，跟住又揸埋的士啊，呢個都係幾廿年嘅嘢啦。咁但係講翻呢，張報紙就話呢，嗰個國際性嗰啲巨星啦，所謂即係打桌球啲巨星啦，或者運動員啊咁樣，咁紛紛咧就移民落嚟香港，係好事嘅。你知我哋無任歡迎啊，香港我哋多元化民族嚟啊嘛，係咪？幫香港嚟講增光，係嘛？甚至乎你話新移民邊度地方嚟嘅，坦白咁講，香港好包容力好高㗎，我哋香港人好厚道嘅，係嘛？即係好廣泛，最緊要呢。你個治安唔好傷害到我哋香港本土就可以啦。咁但係咁喎，佢又係講呢嗰個教育街，即係教育啊，即係讀書教育。哇！我都知道啲學費唔平啊，大佬。甚至乎好簡單，啲教授、啲先生，哇，揾唔少錢。哇，咁啊真㗎喎，專才梗係要有個教育有個普及化。真係佢哋揾唔少錢㗎，不過坦白咁講啊，我以前做地產嘅，我而家冇做啦，半退休啦。講到教育呢，以前啲先生同而家啲先生呢，我覺得有一段距離。我接觸好多次喺地產嗰度呢，就點樣？佢又問我話揾咩樓，帶佢去睇啦，點某某啦，跟住覆返我都唔覆啊，幾個都係啊。我都唔知而家啲咩教育，甚至乎仲一樣嘢好得意喎，啲教育嘅佢哋咧點樣咧？有啲做假證書，好多都係，所以你話治安嘅其實應該香港政府加埋警察叔叔要正視呢樣嘢，更加。不過之前都拉過好多個㗎啦，咁你知道都防不勝防啦，係咪啊？
咁但係整體咧，坦白咁講，張報紙講交通、治安同埋教育整體咧都滿意嘅。咁有待改善啦，係嘛？咁你話哇，大佬10隻手指都有長短啦，唔會係100%㗎，係咪啊？就正如我今晚咧就食咩咧？呢個豆豉排骨飯唔係鳳爪排骨飯。等於頭先嗰張報紙咧就所講，而家香港就好似有少少排骨飯，欠缺少少肉。嗱，好啦，講翻咧有啲咩益你哋咧？真係益你哋嘅就係點樣咧？我琴日諗住夜晚諗住度下橋啦，今朝講啲咩啦？你知我日日都要講啲主題啊嘛。好，今朝一早起身，跟住瞓喺張床嗰度，輾轉反側就諗下講乜咧咁樣。好，突然間聽到個 YouTube 係講咩咧？係講黃金喎。啱啦，開正我嗰飯，講係香港機場咧會增加黃金嘅儲存量起多個地方。你知中環都有儲存啦，葵涌都有儲存黃金啊，係嘛？咁而係機場擴闊呢2-3年做到差唔多好似大約啦，係嘛？2000公噸類似咁樣啦，係嘛？你知我啲數學麻麻地，慘啦！數學麻麻地，仲同人哋做會計添，仲接啲 order 嚟做會計添，會唔會累人咧？都唔會嘅，我哋會有核數師審查啲數嘅。咁所以話，如果到時你哋聽眾朋友、觀眾朋友，如果你有啲數，尤其是1兩人公司簡單報稅，無論地產、金融、股票、的士、呢個保險、工程各方面嘅會計事務，你可以諮詢我，不成功不收費。係咪好似佢咧？廣東廣西嗱，講翻啲黃金先。黃金係點樣咧？佢而家嚟講咧，嗰個感覺，我一聽到咧，你知我一聽到咧，梗係有啲靈光噶啦。咁我即時問呢個咩梅花易數。梅花易數啫，就係講當機立斷。例如而家電視機做緊咩？有個女仔喺度耍手，即係歡迎我啦，係咪？咁我就即刻問梅花易數。黃金將來追唔追到通脹？即係10年8年啦，或者幾年啦咁樣。佢話絕對追到通脹，不過會飄忽，會起會落，唔好俾人震散就可以啦。因為點解我對黃金咁有興趣啦？我以前咧係有一個 You On Life 嘅網台，10幾年前㗎啦，而家冇做咗。咁咧我係主持一個叫財經通絡一個節目，咁我邀請各行各業嘅嘉賓。但係我個人咧好多時都推崇黃金。當其時我建議買入係1200美元嘅1盎司。我話買入咧你就發達，而家應該係4000美金以上，4100或者4000幾啦，4000幾啦，我冇認真睇。咁好啦，今日咧我就覺得一樣嘢未遲嘅喎，因為我一集咪講過啦，我話黃金喺年尾都係漲嘅。因為我就再問黃金漲啦，咁但係油係咪漲咧？佢話油係跌嘅，即係意思點解會背道而馳咧？係兩樣嘢嘅行法咧？我有啲疑問喎，因為正常打仗就黃金梗係起啦，係咪？油亦都會增加啦，係咪？但係唔係，因為油係炒上去，黃金實質嘢係一路咁會有升上去嘅。咁所以話建議你哋可以真係買黃金，上次講過啦，紙黃金或者 ETF。咁我覺得有啲人唔識啦，係咪？又呢啲又嗰啲，簡單啲，唔好咁複雜。去銀行買紙黃金又得，係咪？甚至乎我冇睇錯，匯豐銀行有啲可以散賣嘅，20-30蚊都可以買到嘅。咁你哋上網睇，因為點解好多時咧，我就通常俾個大方向人嘅。以往咧有啲後生仔，有幾個後生仔嗰陣時廿零歲到啦，咁通常我一講嘢，通常都係聽噶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老行尊啊嘛，各樣嘢都涉獵少少啦。咁呢幾個後生仔咧，個個都唔錯，起碼好過我好多。
原因點解？佢哋聽話聽教，唔係大花筒。原因點解呢？我嗰陣時叫佢哋投資股票，穩穩陣陣嗰啲的，而且確佢跟住個方向係照咁做。可以咁講，唔好話獲益良多啊，起碼佢有一個工具可以幫到佢揾錢，係紮實。咁所以就話聽眾朋友，如果你聽到呢集呢，真係有緣嘅。點解呢？一路睇落去個黃金走勢，你慢慢玩都有排玩。唔好買倫敦金，最主要係點啊？紙黃金，甚至乎實金。嗱，點解咁講呢？原因為喺香港嚟講，擴展呢一個金嘅儲存量一定有原因啦，係咪？太複雜，我唔講俾你聽。但係睇翻黃金嘅優勢，如果你愛嚟唔係話大嘅，即係好大嘅增長，而係等於一個簡單嘅投資儲錢追通脹，絕對冇問題。好過你做埋啲古靈精怪，又話夾粉搞呢啲，又話夾粉搞嗰啲，到時一鑊泡啊！真人真事啊，好多時都新聞已經做過好多樣嘢，一陣間又話合作搞呢啲，合作搞嗰啲，嘥時間。呢啲你自己留意，中銀又有，一兩都有嘅。好啦，最後今日係星期一，大家醒下，因為點解？就嚟放工，我而家錄音時間係2:45，過多2-3個鐘頭放工咯喎。記得收租嘅有收啊！今日10幾號啦，有啲起租嘅日子有啲出佣金嘅有佣金啦，有啲長生津嘅喺呢段時間又可以出到，係嘛？突然間交貨，啲人會開 check 俾你收貨，咁你又有錢咯喎。總之拍住一齊上，一路我會跟進啲黃金提你哋。如果你跟住咁買咁樣做，咁你嘅資本一定增值噶啦。記得分散風險，拿住2-3盤雞蛋，投資各方面嘅嘢，唔好淨係一樣嘢啊！好嘛，今日講住咁多，下次再有咩最新話題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